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7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9节，第43节。何西阿书第9章第1节到17节。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新生命。伫出埃及记的记载中间，10个灾难时常引起误解。因的误解通常拢藏伫即个10个灾难的受害者，大部分是埃及人。希伯来人就是咱讲以色列人。好哪亲像拢无顺从，因就批评讲以色列人，也是讲基督教的上帝真偏心，只有杀害埃及人，或者是讲非犹太人。但是事实上，敢是安尼？因为法老王以及埃及人。因想讲，因所信奉的即个最的神明，因就要安尼来甲摩西的一个上帝来相拼。因真有可能认为讲较济一定会赢过一个，所以因心内就非常的定啦吼。因无愿意相信摩西所介绍互因的独一精神，这独一的精神是无法度伫因的心内被接纳。10个灾难真实的情形是迄个心内公义的这人，因就必须要去承担家己选择的后果。遐会愿意转向上帝的人，就要得到上帝的保守。出埃及的记载中间，只有以色列人得到保守吗？无影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咱若来看出埃及记12章，这个37节到38节的记载，圣经安尼甲咱讲：以色列人对南撒一直行到苏格，因无计算妇人人甲儿童，敢若是壮丁，查甫壮丁就有60万人。38节讲，外族的人甲牛羊也甲因做伙行。换一句话来看，正的所谓的外族甲牛羊。并无伫10个灾难的过程的中间得到损失，并且因会通甲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做伙出埃及，所以头前所咧讲的迄个批评就无成立啦吼。咱搁较进一步来讲。只要是坚持要行家己的路的人，因就必须要家己去面对、承担家己选择的路。一个选择跟对上帝、倚靠上帝的人，因就要得到上帝的保守。道理就遮简单。何西阿书一再强调以色列人因背离上帝的道路，并且。毋是真实的表示愿意悔改，但是呢，因的性命并无有真实的改变，阁是旧的样式。伫因的心内真公义，亲像当初时埃及人甲法老王共款。那呢，何西阿的时代以色列人，因会拄着甚物款的后果呢？如果咱要来用这个类比的方式来讲的时阵，咱会通讲摩西时代的10个灾难发生伫何西阿时代以色列人的身上。先知何西阿安尼讲：以色列人毋通伫遐狂欢，
毋通甲即个异教徒做伙庆祝恁的节期。恁已经背离上帝，对伊无忠。恁亲像妓女，甘心将家己卖互巴力，摕五谷做卖身的价。但是无偌久，恁就要欠亏五谷甲橄榄油，无搁再有酒。以色列人袂通搁徛起伫上主所赏赐互因的土地顶悬，因要转去到伫埃及，要伫亚述食无清气的食物。因无搁再会当用酒来做献祭互上帝，也袂为伊来献精神。因所食的物件，亲像失去厝呢的人咧食的物件，会互食的人目垃圾。因的食物只是会当支支，袂当带入去上帝的殿宇来做献祭。那安尼，遐指定敬拜上主节期内底，因会当做甚物呢？灾难来，因四界走，但是埃及人集合因，将因埋葬伫棉花丝。因的家园，迄个藏财宝的所在，要生满满的刺皮甲杂草。处罚的日子到啊，报应的日子到啊。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，以色列人就会知，恁讲这个先知是大憨呆。这是灵感的人是少的，恁的罪极大，才会安尼来怨恨我。上帝已经指派我做伊的代言人，叫我警告伊的子民以色列。但是我无论到甚物款的所在，因就要来谋害我，亲像掠鸟共款。伫上帝殿宇中间，先知拄着的竟然是安尼的对着。这个人罪恶拄天，就亲像因进前伫比亚的时共款。上帝一定记得因的歹，因的罪恶，要来处罚因。因不但对上帝无忠心，因伫政治上嘛是共款无忠心。因无要听先知的话，无愿意跟对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因就必须爱家己去面对所竞选的路的结果。圣经真明确甲咱讲，上帝无偏袒人，因为上帝无偏袒人，这是罗马书第2章11节所讲的。何西阿先知又去讲，我所侍奉的上帝要弃绝伊的子民，因为因毋听话，因要伫列国的中间来流浪。以色列人其实对历史来看，因无有特别的待遇，上帝对因反倒转是搁较严厉的。上帝真正要来毁灭以色列人吗？要来毁灭这个世界吗？答案真简单，毋是。因为上帝要爱互所有的人有机会来得到救恩，亲像尼尼微城的人共款。但是重点是，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，因的性命有改变啊无？尼尼微人因为性命改变了后，就得到救恩。保罗甲以弗所教会基督徒安尼讲：我现在奉主的名，心中来甲恁苦劝，毋通阁过着亲像外邦人安尼的生活。因的思想虚假，因的心黑暗，对上帝所赐的性命来拒绝。因为因全然无知，因真正骄傲，因丧失了见识的心，因放纵私欲，无拘束做逐项失德的事。但是恁对基督所学的却毋是安尼，恁无怀疑听过伊的事，做伊的门徒，
学到伫耶稣内底才有会经真理。那安尼，恁要脱迄个一向互恁的生活腐败的旧的我，迄个旧的我是伫私欲甲有色的中间来逍遥。恁的心思意念要爱更新，都爱穿迄个新的我。这个新的我是照着上帝形象所做的，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顶悬。如果生命无改变，搁较侪温书能力，其实也拢无路用。昨咱伫讲到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4节到第8节，这个听的真理。但是咱若往前来看第1节到第3节，有一段的话，安尼甲咱提醒。伊讲我说书会讲逐样的话，甚至天使的话，假使若无听我的话，就亲像真吵的锣，真响的钹。我说书有讲道的才能，会通知逐项的财物，逐项的奥秘。甚至有坚强的信心，会通移山来倒海。若是无听，就算袂得是啥物。说书将所有的财产拢捐互人，甚至牺牲家己的身体互人来烧。若是无听，我所做的永远无利益。生命必须爱愿意受改变，爱会通活出新的生命。才会通得到上帝的接纳，甲伊的救恩。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9节，甲43节。恁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是至圣，伊的慈爱永远存在。上主所救赎的人，伊对敌手中救赎的人，对逐国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。所住一个人，拢着安尼讲：因伫旷野爬远的路流浪，找无通城徛起。因也无枵，也袂喙焦，因的心神分气。因伫苦难中间哀求上帝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伊带因行直的路。互因到通徛起的城，因为上主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。伊互喙焦的人知足，互枵饿的人有好物食较饱。智慧的人着注意这的代志，着少念上主的慈爱。感谢上帝透过基督耶稣的牺牲，互阮得到新的生命。求主帮助阮有一个愿意被改变的心，互阮活出有基督澎开的新生命。感谢基督，奉主基督圣名，阿门。